生还有茉莉露。这不是去看医生啊？哎呀，爸爸，是不是？爸爸，是不是医生和茉莉露？爸爸，是不是医生？那个病菌怕医生啊？是啊。爸爸，你干嘛呀？那茉莉露他怕吗？茉莉露他怕吗？爸爸，你干嘛姐姐他怕茉莉露，他就跑到脸上了。他还怕擦药。茉莉露也怕，医生也怕，针也怕。